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故事，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即刻撳個訂閱。中意呢類型內容，記得撳埋點讚，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事不宜遲，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中國最大嘅海上原油同埋天然氣生產商，編號為883嘅中國海洋石油，即係大家簡稱嘅中海油。中海油係中國海上油氣勘探開發嘅主導者，擁有難以撼動嘅資源同成本護城河。公司業務極度專注於勘探同埋生產。作為中國海上油氣霸主，佢哋嘅業務專注於上游，擁有同外國公司合作開發中國海上項目嘅排他性權利㗎，呢個構成咗最深嘅護城河之一。首先，公司最核心業務係勘探同埋生產，係2025年貢獻咗約86%嘅營業收入，主要產品為原油同埋天然氣。其次就係貿易業務，佔收入約13.5%，主要配合主業進行。而中海油業務亦都遍佈全球，2025年中國地區收入佔比為64%，海外重點資產例如巴西、圭亞那等等國家就佔咗36%，形成咗國內外協同發展嘅格局。喺股權結構方面，控股股東為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持有公司62.13%股份，屬於典型嘅國有控股能源企業。中海油喺業務表現方面亦都唔錯，係抗周期中帶有韌性。以2025年嚟計，受到國際油價下行影響，公司實現營業收入3982億元人民幣，按年下降咗5.3%，歸母淨利潤為1220億元人民幣，按年下降咗11.5%。盡管利潤下滑，但係都可以係油價逆境中仍展現出強大盈利能力。2025年淨利率保持於30.6%嘅高位，因此中海油能夠喺油價波動下仍然可以穩健經營。做到呢個效果，完全體現咗中海油嘅核心競爭力，就係產量同埋成本控制。首先就係產量逆勢增長，2025年油氣淨產量達7.7億桶油當量，創歷史新高，同比大幅增長咗7%，有效對沖咗油價下跌嘅影響。第二就係成本優勢突出，2025年桶油主要成本為每桶油當量27.9美元，其中桶油作業費僅為每桶7.46，同比降低咗2%，成本控制能力全球領先。2026年第一季度，油氣淨產量繼續同比增長咗8.6%，至2.051億桶油當量。另外，中海油嘅盈利能力同埋財務穩健性亦都相當好。2025年股東權益回報率為15.9%，雖然有回落，但仍屬優異水平。資產負債表非常健康，流動比率同埋速動比率均超過3，反映公司現金充裕，財務風險低。而公司對股東回報亦都清晰而且慷慨嘅股息政策，公司一貫重視股東回報。2025年全年派發股息合計每股1.28港元，以2026年7月頭收盤價21港元計算，股息率高達6%，係港股藍籌中極具吸引力，都屬於穩定高派息嘅股票。加上管理層有明確派息承諾，25年至27年全年股息支付率不低於45%，為投資者提供咗清晰嘅預期。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中海油亦充滿唔少機遇。第一就係產量持續增長，路徑清晰。公司係2026年產量目標為7.8億至8億桶油當量，較2025年仍有明確增長。第一季度已完成年度目標約26%，進度良好。未來增長將受益於中國渤海、南海等海域嘅新項目，以及海外圭亞那、巴西等優質項目嘅產能釋放。第二就係低成本護城河難以逾越。公司係中國成本最低嘅油氣生產商，將成本良好控制係每桶大約30美金。咁樣意味着係當前中高油價環境下，公司能持續保持極高的盈利能力同埋現金流。雖然中海油機遇處處，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第一個企業需要面對嘅風險係大宗商品價格波動風險。公司盈利對布倫特原油價格高度敏感，
全球經濟衰退、新能源替代加速等因素，可能導致油價超預期下跌，侵蝕公司利潤。第二個風險就係能源轉型，全球向低碳能源轉型嘅長期趨勢，以及潛在嘅碳稅政策，可能會長期削弱對化石燃料嘅需求，影響行業估值中樞。第三個風險係地緣政治同埋監管風險，例如公司海外業務可能受到資源國政策變動嘅影響。另外，有機會遇上潛在嘅美國制裁風險，可能會限制公司獲取關鍵嘅海上技術同埋設備，對運營構成挑戰。總括而言，中國海洋石油係一間業務純粹、護城河深厚、財務穩健、股息優厚嘅典型價值型投資標的。對於追求高息回報嘅投資者，超過6%嘅股息率搭配同埋不低於45%嘅派息率承諾，提供咗極具吸引力嘅現金流回報，係收息組合入面嘅優質選擇，適合能夠承受遊戲行業週期波動，並追求高股息同埋潛在價值回歸嘅投資者。希望以上分析能幫助大家更全面咁理解呢間海上遊戲巨輪。多謝，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最後記得俾 like、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仲有撳埋鐘仔啊！我哋下次片再見，拜拜。